马拉基书第3章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：我要找见我的使者，准备我头前的路。恁在祈求的主会忽然间来到伊的圣殿。恁所仰望迄位立约的使者得要来啦。毋过伊来的日，啥人记载袂牢；伊出现的时，啥人徛袂知。伊亲像炼金的人用的火，亲像漂泊的人用的剑。伊要来审判，亲像人在提炼纯金。伊要净化利未的后代，锻炼因亲像在锻炼金银，一直到因会当献合宜的祭物予上主。迄时，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人民要献上主所欢喜接纳的祭物，甲古早的年日相款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：我要徛出来伫恁面前施行审判。我要赶紧作证，控告遐个行邪术的、犯奸淫的、滥散酒蛇的、剥削工人的工钱的、欺压孤儿寡妇的、枉屈出外人的，就是所有无敬畏我的人。毋通偷摕上帝的物，因为我是上主，我袂改变。所以恁遮的雅各的子孙袂灭亡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：对恁祖先的时代开始，恁不时违背我的规例，无得遵守。但恁得归向我，我就转向恁。毋过恁问，愿要安怎归向你？我问恁，人偷摕上帝的物检得？恁竟然有人在偷摕我的物？恁问，愿安怎甲你偷？恁就是无照规定奉献1/10甲其他的捐献。恁拢会受重的咒诅，因为恁全国拢在甲我偷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：恁得将1/10的奉献全数摕来放伫库房。安尼，我的圣殿就有够野的食物。来试看，我会为着恁开天窗，将福气拼落来，互恁阿未？上主万军的统帅阁讲：我要阻止草莓毁坏恁土地的出产，要互远年的葡萄树结真侪葡萄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：安尼，万国拢会讲恁上有福气，因为恁的地会互人伫遐安居乐业。正直的人甲邪恶的人，上主讲：恁有用忤逆的话激我。恁讲：阮捌用什么话激你？恁捌讲：侍奉上帝无彩工，阮遵守伊的命令。还是伫上主万军的统帅面前爱上天口行来行去，有甚物路用？阮看到的是自高的人快乐，最歹的人兴旺，因试探上帝嘛免受刑罚。然后遐个敬畏上主的人互相谈论，上主有注意听。伫伊面前有一本记录的册。内面记载遐个敬畏上帝、尊重伊名的人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：伫我采取行动迄日，因会成做我特别的子民。我会疼惜因，亲像父母疼惜遐个服侍因的囝儿。迄时，恁会搁一遍看出正直的人甲邪恶的人，服侍上帝甲无服侍伊的人的差别。